就我喺度咧，就想同香港政客透視我哋嘅死黨同埋我哋以前嘅老友記啦，就一來講聲 hello 啦，同埋咧就好開心咧喺呢度恭祝呢個香港政客透視25週年。我係阿秋美，我想喺呢度特別同Sammy 啦、Sam 仔啦、邵家臻啦。仲有我啱啱翻去，仲有 Stella 啦，仲有好多其他老友記，我想同你打聲招呼，先同你問好。喺我身邊咧就係阿 Thomas， 大家都知啦，阿譚富全，以前亦都係沙田區議員，亦都喺一段時間喺浸會咧係做過我哋social admin嗰邊嘅 lecturer 嘅。我哋今日咧就而家我哋身處嘅地方就喺溫哥華。Hello， 大家好，Sammy 同埋各位好耐冇見嘅朋友啊，正話秋美都講過啦。咁就首先就再預祝政策透視25週年慶祝成功，同埋有更多嘅25週年跟住嚟。咁咧，我諗而家開始咧，我就俾阿秋美講下佢一啲嘅近況，同埋對政策透視一啲嘅祝福。咁我想講咧，就政策透視喺我做僆仔嘅時候咧，即係嗰陣時我先20幾歲啦，咁啱啱讀完社工啦，出嚟做嘢，但喺嗰段嘅時間咧，其實喺大概第2年、第3年咧，我就係84年畢業嘅。嗰陣時咧，Sammy 就邀請我哋咧，嗰陣時個班大概2年班左右咧，就叫我哋嚟坐低一齊去籌備一個叫香港政策透視嘅一個嘅組織。咁我哋其實都唔係好知道係乜嘢，但係喺嗰陣時嘅社會年代咧，我哋發覺到的確咧社會好多嘅唔公平，好多基層嘅民生問題咧開始湧現。而且咧就政府開始都不斷去邀請我哋去即係民眾咧去發表好多所謂佢哋好多政策文件要開始出爐。咁我哋覺得係個時候咧，我哋做不但只係社工而係我相信係稍為受教育嘅一代咧，我哋應該出嚟咧就參與呢個，去推動呢個建立呢個香港呢個嘅社會嘅所謂我哋叫嘅政策嘅軟件。嗰陣時我記得啦醫療啦、房屋啦，係咪啊？仲有當然最緊要嘅民主政制啦、代議政制啦。哇！嗰陣時咧就亦都真係好大嘅需求喎，因為咧好多報章咧都係好需求咧呢啲咁樣嘅討論文章嚇。咁我哋嗰陣時咧就一班後生仔咧就我諗膽粗粗啦我哋就定期咧逢禮拜，我記得一個禮拜都有逢禮拜3同禮拜4咧，我哋就坐埋咧要去砌啲所謂砌就砌好多文件啊。咁就要一來就去回應當其時嗰係好多嘅出爐嘅報告書，就係政府係邀請好多民間團體咧要去表示呢個方面嘅。咁無論如何咧，呢方面我相信 Sammy 比我哋更加了解，或者有余偉咁佢哋更加清楚啦。佢哋90年代左右啦，阿 Sam 嗰時喺度。我想講下咧就係其實政策透視嗰陣時真係都影響我好深嘅。我相信最影響我深嘅就係我作為社工嘅價值觀咧。坦白講咧就香港浸會學院咧就嗰陣時叫香港浸會學院咧就幫咗我好多。不過我覺得香港政策透視咧就真正係將我帶入去群眾裏面。咁影響我幾深遠嘅就係我相信我而家今日咧，我喺溫哥華繼續係做社工。無論我做嘅階層係咩都好咧，我曾經做過社區嘅人啦，係呢啲嘅家庭罪案嘅受害人啦。我甚至乎做過戒毒嘅工作啦，好幾年啦。我而家最近做嘅反而就係做老人嘅方面嘅工作。但係呢方面所有嘅嘢咧，無論個對象係咩都好咧，喺政策透視嘅年代咧，我哋關心人係唔理佢係咪嚟自咩背景咩階層，但係我哋關心嘅真係佢身處嘅境況。咁呢個真係不斷都影響緊我嘅價值觀念到今時今日，我覺得我影響我最大嘅就係我關心呢個世代嘅事情。我自己生命以至到嘅出發點好多時，我都係仲係關心緊究竟呢個社會其實係走向緊咩嘅地方咧？政策透視嗰個年代所俾我嘅咧，其實都從來冇離開過我嘅。無論如何啦，我將時間交俾阿 Thomas 講。
咁即係究竟即係政客透視喺阿 Thomas 推動啊，同阿 Sammy 嗰個年代，佢哋去推動成個政客透視嗰陣時，佢有咩回憶同大家分享下？咁就我就應該85年84年喺呢個英國再讀完書翻去，就即係全程投入政策透視啦。咁我諗就一路去到91年移民，咁即係其實都隔咗好長時間。喺歲月方面其實好長㗎啦。不過嗰個政策透視呢樣嘢對我嗰個人生嘅影響仲係好重。即係當我哋一諗起政策透視嘅時候咧，個心好多嘅 emotion 就走咗出嚟嘅，因為政策透視唔係定係傾政策，我哋其實裏邊包括好多個友誼，好多個人生嘅成長嘅階段，好多嘅即係對事物嘅一個即係從認知去到個分析，以至到去對人生嗰個嘅睇法。咁所以我諗我都好鼓勵。即係無論係新朋友或者舊朋友到咧，當你參加政策透視嘅時候，除咗係盡情喺個政策嗰方面嘅研究咧，點樣去睇下你身邊嘅人，點樣去喺裏邊建立一種一個好長嘅友誼，亦都點樣去將我哋批評政策嘅時候，亦都作為一個內省嘅一個渠道。即係我嚟咗加拿大之後，我就即係少咗去睇外圍嘅政策，但係當日嗰個對政策評議個情懷啊，當一個去發展一啲比較批判性嘅思維嘅時候咧，其實日後對自己內在嗰個批判，對自己個人生進程嘅反省咧，非常之有幫助。咁所以呢個唔係一定係外圍嘅政策嘅評論，亦都係喺同時間對我哋自己內化同埋內省呢個過程咧係好重要嘅。咁所以我希望咧，每一位參加政策透視嘅朋友都能夠唔單止貢獻到社會啦，更加可以喺佢哋自己嘅人生嗰個追尋裏邊，喺一個自省嘅過程裏邊咧，都有好大嘅得着嚇。多謝大家。或者我想最後補充多句咧，我喺度祝願咧所有新加入香港政策透視嘅年青朋友啦回想咧，其實嗰段日子咧其實唔係好耐嘅啫，但係眨下眼已經係25年啦我哋各自都有家庭啦，我啲細路仔都大，但係我成日都覺得我嘅影子咧都仲係停留喺我20幾歲嘅年代，同一大班老友記日砌夜砌，趕住交嗰啲嘅稿，同埋有陣時咧上面發落嚟叫我哋自己寫一篇都要出啦，咁嘅時候咧，嗰啲日子咧就真係鍛鍊我自己嘅獨立思考能力，同埋咧無論如何都好，都瞓幾年落去咧，擺幾年嘅時間落去，香港政策透視同你其他熟悉唔同嘅政策嘅朋友一齊去揣摩下，究竟今日嘅民生，究竟呢個社會究竟係帶俾我哋一個乜嘢嘅現象，咩信息？而你自己背後嘅理念係啲咩嘢？好地真係坐低去磨練下自己喺呢方面你自己嘅價值觀念，以至到你自己日後你諗住你作為一個社工又好，或者你自己作為其他嘅專業人員也都好。究竟呢個社會同你之間嘅關係實際係乜嘢呢？你能夠付出嘅嘢係乜嘢呢？咁喺幾年嘅時間，呢個磨練咧對你會係一生咧係幫助好大嘅。咁不如我哋喺呢度咧再一次咧就恭喜香港政策透視嘅25週年，我哋希望今晚大家有個好開心嘅聚會。咁以後希望翻香港嘅時候有機會同大家再見面長談。好，拜拜拜。